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一礼拜会当见面一摆，有个人伫周间会当来遮，我感觉咱一礼拜见面一摆真赞，搁来咧，咱搁会当伫即个所在斗阵敬拜上帝，咱将俄罗敬拜献予上帝。这是咱来串联信息，请咱掀开信息第6首。主呀，予我是我无食。来，主呀，予我是我无食，我无欠亏一样，七岁草木，予我徛起抓高枝。第5站，稳定主必定看得我，高进真是无所，我要永远快乐主，你也予我会出。咱注意一点吼，譬如讲第1段咱唱完2拍，就接第2段，咱第1再搁唱一摆。来，主呀，予我是我无食，我无欠亏一件，七岁草木，予我徛起带高枝水边。好，真好。来，咱掀开信息333首。咱吟这首诗的时阵，爱有精神。有一摆，我的朋友甲我讲：“哎呀，恁的信息真好吟，逐个人吟，逐个人去拢会晓吟。”我讲是啥物原因？伊讲因为你拢无照拍子，搁唱足慢的，所以对咧吟就会晓吟嘛。我就有一摆咧听信息，有影呢，拢唱足慢的，所以人拢会使缀咧唱。所以咱咧唱的时候，譬如讲好大吟伊就好大有精神，咱的拍子甲唱悲伤的拍子无共款，咱就要有精神，提出精神来，咱来试看觅，好大吟伊就。唱了真赞，好大吟基督。这时，请咱陪伴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野乌花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嘛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圣诗第六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会将请起的吟诗。请咱永远徛的做伙来攻读新的诫命，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你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请像我捌听恁，你也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30篇，启应文30篇。我来刻，恁来应。智慧讲无得救，一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弄地的人啊，恁着会晓得通达的理。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作法的起头，对永远，对其起头，未有世界的大身。我已经受设立，
大山未定着，小山未有的大心，已经生我。伊建立遮的天，设圆环伫青烟的顶面。甲海定着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打着听叹我，因为即首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叹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做阮的天父，做阮的大牧者。亲爱的主，你的疼是何等的悬，何等的深，阮拢是罪人。感谢主，想赐独生爱囝洗清阮的罪。互阮诚侪新创造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主啊，求你帮咱伫这冤巧的世代，互阮脱离黑暗的交界，互阮免受贪婪甲坚持的捆绑。主，阮要照你的话讲，谨慎约束家己，拢无贪心，因为人的活命无在伫所接触的丰盛。阮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的赏赐。亲爱的天父，求你提醒阮，要时时尽家己同大的气力，伸手帮助需要的人，安慰心灵忧伤的人，并且面对钱财引诱，互阮的心信实并对主，知影主你是唯一的真神，因为赏赐的是你，提起的嘛是你。阮应该搁较伫意伫天顶的财宝，毋是地面上的荣华。主啊，阮要一生跟对你，轻信无论拄着啥物款的困难，主你赐互阮的，拢教也阮用。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因为国、关于荣光，拢是你所有。求你继续引带甲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学咯，咱请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歌是《疼无比这个较大》。
疼叹无比这较大，牺牲无比这较大。基督甘愿为咱放下性命，我主一生纯全圆满，疼无比这较大。圣经，今日的圣经记伫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21节。周报的后壁面有我来读。众人的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教我的兄弟，甲我分家伙。”耶稣甲伊讲：“你即个人，啥人任命我做恁的判官，也是公卿。”伊就对众人讲：“着谨慎，着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毋是在伫财产的多少。”后来耶稣因一个譬喻甲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醒来想来想去，讲：我无够所在通炖5谷，当要安怎？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囤5谷甲一切财物。然后对我家己讲：嘿，你已经积住真侪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当亲用啦，来啉、来食、来享受。毋过上帝甲因讲：戆人见面就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积住的一切要留互啥人？共款，为着家己积住财富，无互上帝看做好野的，嘛会安尼。上帝话读到遮。正道，咱请一节牧师，伊的题目是“无知好野人治罪”。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世间的疼痛无比一个较大，主耶稣的牺牲遐尼大。感谢主耶稣，你为阮定伫十字架顶。互阮伫黑暗的人生有看到迄个光。阮今日透过这段经文，搁一遍来帮助阮，来敲找迄个真正的生命，就是有主耶稣同在的生命。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人拢真拍拼，为了家己的未来咧拍拼、赌博。但是无管时代如何变迁进步，咱讲即摆 AI 时代，当人到某一个时阵，就是咱的年岁，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双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约伯记1章21节这么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脱摕出老母的胎，也要脱摕倒去遐。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提去，就学了耶和华的名。咱经过伫世间的努力，渐渐有得到外在一寡物件。什么物件？可能一个家庭、一寡财务、地位、名声等等，无管是多还是少，但是拢伫人内心深底加减会出现一寡的声音。什么声音？迄个声音在这个人讲，我的内心需要受满足，并且我对未来会有忧郁甲无安全感。难道人活在世间上就是穿、吃、喝、享受过日子吗？所以，对古早开始，人就透过宗教
透过合适心灵、算命等等，想要来安顿咱的心，甚至想要知影咱人存在意义到底是甚物。其实毋是今仔咱现代人想要知影，同款伫耶稣迄个时代，嘛有侪人想要知影，人到底存在意义是甚物。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3节。13节的经文，这人的中间有一个人甲耶稣讲：“老师，请你教我兄弟甲我分家伙，请你吩咐我的兄弟跟我分家产。”无管是古早还是现在，分家伙拢有明文的规定，都有法律的规定，可以分多少。但是分家伙这项代志，却常常造成这个家庭的纷争，长辈甲囝儿、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有真大的冲突。这背后存在的动机，甲人的人性有真大的关系。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贪嘛。大家拢想要分较多，大家拢想要分较多。但是咱知影，当有人分做的时阵，代表哪？就是有人减退。经文第16节到19节是一个好野人的故事，是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咱做伙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经文16节到19节，来请。后来，耶稣用一个比喻在因讲，有一个好野人。伊的田园大丰收，伊的心内想来想去，讲：我无到所在通顿五谷，但要怎样？伊就讲：我着安尼做，我要甲仓库拆起来，搁起较大间，通来顿五谷甲一切的财物。然后对我家己讲：你已经集住真多财物。有够通用真侪年，打清醒啊，来啉来食来享受。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对这人讲：人伫这个世间，性命爱如何存在较有意义啊？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好野人，就是一个地主，伊钱真多，你烦恼伊的田园收成真多，要安怎？经文18节讲，我着安尼做，我要将我的仓库拆掉，搁起较大间的，通来顿五谷甲一切的财物。原来啊，生意当他做大了，增建厂房是以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才听到说增建厂房。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类似。你迄个以农业最主的时代，大家生活拢过啊非常的辛苦。咱知影，伫古早有一个地项种田，有法度清，有法度食，有法度大，过3顿。虽然艰苦，但是一家伙啊，大小都安稳过日子。这嘛是一项真感恩的代志。这嘛是咱台湾，咱会知讲60、70年前，嘛是安尼会过，大部分人过的生活。亲像圣经讲的好野人、地主，这是真少哦，差不多占10%、10%啊了。这有钱有势好野人哦，一般人呢拢真羡慕。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啊，大家都很羡慕有钱人啊。接着19节，这个好野人对家己讲：哇，你即摆已经有真多的财物，你有通用真久的时间。你安尼足用啊！你通来啉、来食、来享受。这个好野人，伊对伊的计划非常的满意啊。什么计划？就是计划把所有的才能修成，所有赚来财物拢放伫新起的仓库内底。然后伊确实对家己讲：某某人，如今你会使安稳过日子。因为大间的仓库已经堆满多的物件，兄弟姊妹，如今你大间的仓库是伫着，
银行的保险箱，还是你银行的存折，还是你有很多的地产？你农业的时代对正常人来讲，经济进落去，真正就是要靠天吃饭。会使袂使顺利修行，无人有把握，因为天气，像这阵仔的天气变化多端。一天的期间的经历春夏秋冬，昨出日头，明仔载落大雨，温度相差15度以上。因为天气雨水拢毋是人有法度把握的。以前牧师每一遍等于故乡金门的时阵是金门上好在的所在伫牧师因兜。观光景点在牧师的家。你阮厝梯外面有一个阮爸母的开心农场，那个是天父的花园啊。伊内底有种真多的菜，常常食袂了，搁会在送厝边的。但是爸母对我讲，有土有经济，你定期压水，渐渐落开花结果子个大长。但是每一遍拢较顺利哦。等雨水伤多，还是无雨水的时阵，还是风台天的时阵，还是日头伤大的时阵，还有虫的时阵，那么应用生长。这个爸母伊拢有存一个，无说等伊嘛，因离遐咧种的时阵，我拢去陪伊来开讲。伊甲讲，伊拢存着感恩天的心嘛。他就存了一个感恩，阮爸爸伊拢讲老天爷的心嘛，因为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啊。无说想这嘛，应该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中的感受啦。凡事爱感恩，但是咱对第16、10到19、10来感受到这个好呀人，伊有真侪五谷甲田园，无听到任何感恩的话。咱听到的是啥物？无出来，他恁注意听。咱对读个16、19、10有答案，咱讲，伊今日讲，我有真侪五谷，我无所在通囤我的五谷，我要安怎？我要把仓库拆起来，我起大间的。我已经积聚真多的财务，我有够用真多年，我用啊！我要来饮，我要来食，我要来享受啊！你有听到啦？牧师特别去加强那个我，这个好野人伊的心内拢是我，伊多无拢是我家己，伊认为有遮的物件拢是我会努力得来。伊是一位自私佮贪婪的好野人啊！这个世界有无？有啦，毋是古早有，现今嘛是有。并且这仓库内物件，诚做伊上大的瓦库。仓库内物件是伊生命的上帝啊！接续20节。一开始的经文是上帝对于这个好野人所做的行为，讲做伊是伊是戆人啊！咱就无看后壁戆人啊！但是真奇怪咱台语这个戆人是正面还是负面呢？负面。那有一句话，天公疼啦，天公阁疼戆人呢，现代的台语翻作无智慧，中文叫做无知的人。现代中文译本那个翻译，糊涂的人，糊涂的人。是负面的哦，所以这是负面的哦。有啦，咱讲人是看咱怎样讲啦你这人有够戆的，这就是负面的。天公疼戆人。这句又常常用安尼描写是无
无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无知的人。箴言书7章有一个故事，大家拢有听过，其中描写一位无知的青年人。伊有查某囡啊，他被女孩子用许多的花言巧语、谄媚的嘴唇来引诱。经文刚才讲，这个青年人最后的下场是怎样？伊就对这个查某囡仔行去，伊的下场就是好亲像有互牵去抬同款。伊是戆人，伊是无知的人。有句话这么说：知识比财富更可贵，无知比贫穷更可怕。在迄个农业不容易的时代，田园有法个大丰收，是上帝特别的赏赐，上帝祝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需要有较侪人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啊，有的帮助无的。所以好野人需要去关顾送乡的人。这嘛是为什么？是150几年，对欧美遐的宣教师，为什么会来咱台湾迄阵新送乡的所在传福音，去做咱家帮助咱家？因为这是上帝国，这是上帝国运作的法则。有的爱去帮助无的。咱较知影，伫农业的时代，空用的资源就遮尔多，人个固定遮遐尼多。如果资源今仔有少数的人的手中的时阵，安尼代表代表有真侪人爱过艰苦的日子。迄就是叫做贫富的差距。啊，你姊妹，咱知咱台湾即马贫富差距大不大？感觉大的亚手者。无数张特别上网去查。15年前，30年前咱台湾上有钱的20%，甲上无钱的20%，差不多15倍、15倍。即摆上头前的20%，甲上落尾20%，差66倍，相差66倍。咱即摆台湾嘛同款，主要的钱拢是10%的人。较圣经、较早记载拢是同款，所以这嘛是咱台湾即摆爱面对真大的一个问题。咱做伙来读20节甲21节，上帝对好野人讲话，20节甲21节，来咱请戆人。这好野人他只顾眼前生活的享乐，他眼光短巧，也行为自私，并且伊多满备办的拢是身外的物件。他预备的都是身外之物。既然是身外之物，代表有一天会消息。既然是身外之物，代表有一天会消失啊。伊无用心备办灵魂顶面的起造，灵魂的起造就是代表甲上帝的关系。如果上帝对这个好野人讲：“戆人啊，我今暝我今暗，若要收回你的性命，你所组织的一切要留给什么人啊？”牧师用华语讲一次，弟兄姐妹，上帝说。无知的人，你在哪里啊？今日咱咧读圣经迄个启文的时阵，是箴言书。智慧人在大街小巷在呼吁。兄弟们讲，无知的人，你在哪里啊？上帝今夜就要你的性命，
你一辈子所预备的，在仓库里面的那些东西，要归给谁呢？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咱唔通做戆人啊！无知的人常常犯的一项唔对的代志，就是认为生命是无限的，人不会走。生命的主权是啊，是家己。咱看全世界一寡独裁极端的领袖的作为，咱知影，因想要怎样就怎样。咱知影缅甸嘛是独裁的国家，但是咱嘛是爱替缅甸来祈祷，那个地震非常的大。咱莫讲遮远，咱看咱这台湾咱的社会，甚至咱的教会内有一寡自权自大的人，做出最不合上帝心意的代志，上帝一定会审判。兄弟姊妹，人的生命的主权是上帝，不是你，也不是我。人赚得全世界，失去了生命，还剩什么呢？目的的好野人到底是什么人？是因吗？是咱台湾的教会还拜拜唔捌上帝的人吗？还是咱？咱无法度关到外口去。还是咱的信用团队，咱再来随信任、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吗？是咱每礼拜来教会的基督徒吗？这是咱来常常问家己的问题。目的的好野人到底是什么人？有时迄个常常就是咱家己。咱等下头前看14节到15节，今日的经文14节到15节。咱做伙来读请，耶稣甲伊讲：“你这个人，啥人任命我做你的判官，还是公亲？”伊就对众人讲：“要谨慎，要提防逐款的贪心，因为人的性命不是你财产的偌多。人的真生命，人真的生命不在于财产有多少。这位想要赶紧分家伙的人。”显现伊心内上深的所在的欲望，伊贪心，伊想要搁分较多。他的内心充满许多的焦虑跟恐惧，因为他对现实的状况伊无法度接受，现实没办法满足他，他欲求不满，他多还要更多，他内心非常的不安，所以伊要紧紧抓住未来某种一款物件。伊从迄某种物件成做伊生命的瓦库。如今伊掠啥？如今伊掠着看会到的这个财物，这个虽然咱讲是身外之物，但却是现今21世纪的主流咧。这个身外之物是21世纪生命底价值观的主流的。如今耶稣透过好样的故事，要互咱知影，当咱选择，当咱有一过头选择底要追求这个身外之物的下场是非常的凄惨。这个凄惨其实是现实的生活中一直的发生，例子太多了，只是我们一直没办法从以历史为镜子一样，咱来做改变，咱无法度调整，因为我这个人充满咱的心，上帝的信心无法度入咱的心。咱人伫世间不过是财务的管家，我们人在世上不过是财务的管家。人离开世间的时阵，无法度带走一分钱啊！昨拜六的时阵。有真侪咱教会界一寡大的牧者长辈，不管是伫二滨，还是伫上南部的恒春，有真侪咱敬定的兄弟姊妹离开咱。咱知影，当伊离开的时阵，
伊无法度带走什么物件。但当咱人伫地里有限的日子多磨，我们绞尽了脑汁，我们用尽了我们一切的心思跟手段，咱选择什么？咱选择为咱家己灵魂啊，诸级财务。我们在意的是那些身外之物。到头来啊，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这些财物而害死我们自己。上帝对这好野人讲：今暝我就要在你的灵魂修造，一无所有，是不是常常好笑？各位兄弟，咱的一生，的确有时亲像一条在大海中漂流的船，唔知要往倒个方向，无明。伫这个船顶，咱嘛常常会拄到大风大影。所以世间人伫世间超济一个因为认为安全、靠岸的所在，康美嘛是对的。但是唔对的方向是因为这个好野人甲这个想要分割的人，因找瓦口找唔对去，因找瓦口是迄个身外之物。身外的这个物件无法度救因的性命。咱知影只有上帝囝主耶稣基督，才是世间的人安全永远的避风港。亲像今日心肝对所言的，听无比这个较大，听无比这个较大。主耶稣原本是上帝。伫悬悬的天顶，为着咱世间人多情肉体来到这个世间，为着咱已经历最的苦痛、误会、取笑、鞭挞，甚至最后为着咱世间人受顶的十字架顶，是为了你，为着我，甚至为了咱95%也唔捌明白啊！耶稣，咱台湾的乡亲，耶稣也过死亡的关系，只为过我真侪人永远会毋忘。兄弟姊妹，正对基督徒了后，毋是代表就是会一帆风顺，袂拄着困难，甚至无病无痛，迄是无可能。因为咱拢是人，咱内心加减有时会忧愁、惊吓。两者的时，这嘛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也知影，如今咱的身份是无同款，咱是基督的门徒啊。咱也知影，咱的性命是主你掌管啊。咱的性命毋是喺生活的物件，是在咱掌管。这对于信靠耶稣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啦。所以咱有这个好消息，咱哪有啥物好惊的呢？主掌管的艺术代表呢，主会替我们的一生负责到底啊！你路加福音书接续咱的读了，不要忧愁。兄弟姊妹，教会门口的花甲草，这摆开啊真水。3月的杜鹃花，还有那个叫什么？用无说用袂记。好，大家去看。咱唔知影这落雨天，上帝是要照顾因的哦。天顶飞会飞鸟，上帝拢伫照顾，咱莫忧愁。何况咱是照着上帝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伫咱信仰的路程，咱千万唔通本末倒置，将咱的注意力、咱有限的灵性放伫遐个挥发的身外之物。咱唔通真做戆人啊！当咱先求上帝国、上帝义，咱凡事拢会使行。当我们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的时候，上帝应允咱，因为什么？咱会需要上帝拢会加添互咱，所以咱应该放伫耶稣的身上，咱来专心来倚靠上帝。
咱咧伫教会继续来操练，委身服侍，彼此相挺。这8字无遐简单哦，委身服侍，彼此相挺。这个8字是要有真大的牺牲，甲吞忍，较有法度做会到。然后，咱伫咱的生活中间，疼厝边，亲像家己。当咱有的时阵，咱就爱去帮助无的人。咱爱追求上帝国，对迄个永远袂毁坏天顶的财宝，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今日透过好野人的泪，搁一遍来提醒阮。提醒阮，咱常常来到主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有时阮无小心，主啊，阮的心思意念，就若亲像这个好野人共款。阮的内心拢充满拢是阮家己。阮的内心失去对主你的感恩。愿主的信心常常来扶持、来鼓励阮、帮助阮的未来的路站，阮得以军队助力来跑走。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诗333首，好打灵基督，好打灵基督，会众请起立诗。请坐，奉献，咱请何塞同工。
请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公道，咱做伙来看周报公道的事项。头一项，愿主保守阮的心，常常渴慕甲耶稣同行同行，无论拄着莫大的风浪，信心坚定，袂摇晃。第二项，为着基体卢雪英、陈德明、赖清光、汪林静秀、刘淑珍、陈秀龙、许章美、黄世琪、李碧莲、林以诺、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沈淑慧、陈丽水、郭仁吉、郑春、林朝泰、蓝永晴，并着这兄弟姊妹的身体来祈祷。第三项，为着教会兄弟姊妹，近期因为气候的变化、流感肆虐，导致身体无爽快来祈祷，得平安。第四项，伫清明假期，愿主保守大家伫扫墓追思的过程中处理平安，坚定愿望。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时时刻刻甲阮指导。伫即个季节变化的时，兄弟姊妹真侪人感冒破病，身躯欠安，求主赏赐信心保惠师，看顾保守，将主的医治甲平安赏赐互因。嘛求主继续看顾咱的国家、教会、家庭，拢有你的看顾甲保守。即时，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高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就天里。阮的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传阮离弃，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头一项，本主理知梅牧师前往李存兴教会主持圣礼典，加召开小会。第二项，后主理为清明联合追思礼拜。适逢清明连假，所以咱爱餐是暂停供应。第三项，第二季新眼光读经手册，请家己伫招待桌摕，按进度每一日的读经灵修。第四项，4到6月的活塞排班表一定大抵公布栏，
以及各团契咱群组。需要纸本的兄弟，请至1楼的招待桌，家己来摕。第5项，2025年1月2月的财务报表已经搭伫公布栏，请咱家己来看。团契消息：4月26号，雄联团契要举办春季的灵修之旅，地点在宜兰，报名费是1100元，包含早午晚餐和包厢。即日起报名到4月15号，或是额满截止。详情请洽会长张美美。奉系明细，请咱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会众请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保守加扶持，甲恁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倒闭会。
们谢谢亮宇哈，那个亮宇从他小5就来我们教会服侍，那未来他有一个很惊奇神奇的路要迈进，愿上帝赐福他。那我们建成教会成为他最大的一个依靠跟鼓励祝福，好，那祝福亮宇，我们再谢谢你。